2025年4月1日，香港文華東方酒店樓下，白玫瑰依舊堆得像小山。22年前的愚人節，46歲的張國榮從24樓終身一躍，給世界留下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裂。每年這天，關於他死因的猜測就像潮水一樣衝來，是抑鬱症、投資失敗，旋是背後藏着更深的秘密。今年，向太鎮南在小公書上的一則爆料，直接把輿論炸上了天。他最後那通電話根本不是求救，是要開記者會證明自己未病。更讓人震驚的是，他直接點名張國榮的生前伴侶唐學德，說他曾阻撓偶魔行動，導致哥哥錯過了最後的生機。這場涉及4億遺產、靈異傳說和情感糾葛的羅生門，到底藏着多少沒被揭開的真相？2003年4月1日清晨5點08分，向太正在開會，手機突然響了。電話那頭，張國榮的聲音急速又清晰。Tiff， 你幫我開個記者會，我要告訴大家我未病，沒有抑鬱症。這通電話成了解開死因之謎的關鍵線索。向太回憶，他當時立刻答應安排公關團隊，甚至打算親自陪張國榮出席佛報會。可命運就是這麼捉弄人。掛斷電話後，他因為急着去看危子首演，錯過了後續的對接。等他再接到消息時，張國榮已經墜樓了。一個那麼愛漂亮的人，怎麼可能選擇跳樓？向太至今都無法接受這個結局。他透露，張國榮生前極其注重形象，每次見面都衣着考究，頭髮一絲不苟，甚至在電話裡反覆強調出門要有樣子。這樣的他，怎麼會用那麼慘烈的方式結束生命？2002年11月，他因為抑鬱症自殺未遂，被唐學德送醫。2003年4月1日當天，他約設計師莫華丙吃午飯，席間問起身份證號碼，說要在遺囑裡留禮物，旋主動聊起死亡話題，要死最直接是跳樓。經紀人陳淑芬接到他最後一通電話時，張國榮平靜地說：我在中環，就我自己，我要走了。這些細節拼在一起，真相變得既矛盾又模糊。他到底是主動求死，旋是在絕望中等待救援？向太的爆料把輿論帶進了一個更詭異的領域。他透露，張國榮生前半年總被怪事困擾，有朋友說他睡覺時被東西抓起來，感覺有人在拉他的手臂，甚至像被往上提，嚇得他不敢睡。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張國榮最後一部電影《異度空間》裡，他演的角色就是因為靈異事件跳樓身亡的。這個巧合被網友解構成預言，甚至有人翻出他生前住所的風水爭議，說加多利山故居陰氣太重。向太說，他曾建議張國榮找專業人士偶魔，但被唐學德強烈反對，他是基督教徒，不信這些。從那以後，唐學德就有意減少向太和張國榮的接觸，甚至在張國榮生前最後半年，連麻將局都避開向太。這段描述給死因蒙上了一層更神秘的色彩。如果張國榮真的被撞東西纏身，唐學德的阻撓是不是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？2025年3月，香港高等法院公開了張國榮的遺囑執行報告，4億港元遺產的分配細節終於浮出水面。伴侶唐學德繼承2億，家族成員分得4000萬，剩下的捐給慈善機構。這份遺囑看起來挺公平，但唐學德後來的舉動卻引發了爭議。近年來，他多次被捕和新伴一起住進加多利山故居，甚至變賣張國榮名下的房產套現。2019年，他以922萬港元賣掉了張國榮的一處物業。2024年，又以1.7億港元的高價賣出另一棟豪宅，淨賺6000萬。遺產風波裡，另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。毛舜筠作為張國榮生前唯一承認過的前女友，他帶的玉軸被指是張國榮送的，而他每年4月1日的悼念文案和唐學德的哀思形成了微妙的互文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毛舜筠的現任丈夫歐丁平竟然是當年張國榮牽線介紹的。
這種複雜的關係，折射出香港社會對未亡人身份的認知困境。當遺產和情感攪在一起，誰才是真正的守護者？儘管向太極力否認抑鬱症的說法，但張國榮的大姐張綠萍在2013年就公開了真相。他的病是臨床抑鬱，因為腦部化學物質不平衡導致的生理性抑鬱，不是單純的心情不好。醫學教授林文傑也證實，張國榮的抑鬱症發作起嚟痛得像要把肉撕開。他一邊繼續作曲、出席慈善活動，一邊四處求醫，中醫西醫都試遍了，甚至立好了遺囑，安獨好了身邊的人。2023年7月，導演王晶在視頻裡拋出一顆重磅炸彈，張國榮的死和一位內地大佬的致命打擊有關。這個說法和向太的爆料形成了呼應。如果抑鬱症只是表象，那麼背後的致命打擊到底是什麼？目前所有的猜測都缺乏實證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張國榮的死因絕不是單一因素導致的。家庭、事業、感情的多重壓力，加上他敏感多疑的性格，共同把他推向了深淵。張國榮墜樓那天，香港發生了驚人的一幕，9小時內6人跟着跳樓，其中5人死亡。這個數據暴露出社會對心理健康的忽視。當巨星隕落，無數抑鬱症患者看到的不是警示，而是解退的示範。張國榮的遺產案推動了香港修訂遺產稅條例，明確了公眾人物遺產管理人的權責邊界。如今，通過中華遺囑庫等專業機構立遺囑，已經成了越來越多人的選擇。無信雲三分兩厘，終於獲得了平靜，卻因為紅斑狼瘡被迫隱退。張國榮的情感挫折則被浪漫化為藝術靈感。這種差異揭示出社會對男女性的雙重標準，女性的苦難被視為命運，男性的痛苦卻被賦予意義。22年過去了，中環文華酒店樓下的鮮花從來沒斷過。每年4月1日，粉絲們依然會來這裏獻上花束，和哥哥對話。而關於他死因的爭論，或許永遠都沒有標準答案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張國榮的隕落不僅是一個巨星的悲劇，更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創傷。他提醒我們關注心理健康，尊重每個人的生命選擇，也在警示我們，在名利和情感的漩渦裡，沒有人能真正獨善其身。如果當年多堅持一下，他會不會還在？向太的懺悔，說出了無數人的遺憾，但歷史沒有如果。我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記憶裡尋找力量，在遺忘前守護真相。互動話題：你相信張國榮的死因另有隱情嗎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。